根据疾管署统计，早至1月17日，台南市新冠疫苗XBB 的接种率无到4%，较少于全国平均。疾管署嘛公布，具有的疫苗现在保护力接近于0，因此接种新冠疫苗XBB 是远离病毒的重要关键。根据全球的一些资讯，我们知道过去不管你打了4剂、5剂，那一些呢，看起来到现在抗体的保护力都已经下降，所以呢，对新的这个变异种，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护力。所以说呢，这个 XBB 的这一剂一定要追加，好让我们的免疫力不归零。市长黄伟哲22号也特别来到安平卫生所，关心现场民众接种的情形，也诚恳呼吁市民朋友爱踊跃接种新冠疫苗 XBB。这次过世的人因病故的人，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人。那以台南市来讲，我们从1月到现在已经有7个人过世了，那将近过半的人都是年长者，因此我们还真诚的很希望说，各位长辈、各位好朋友，不管是你是年轻还是年长，就赶快来施打。这个施打能够让这个自己跟家人都得到保护，那也不会传给家人。那所以说，这个部分过去有人施打个2剂、3剂、4剂的，事实上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保护期间了，所以要赶快来再施打。为提醒民众接种意愿，卫生局也送予接种XBB 的民众一支体温计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朋友，也加码送出10剂 COVID-19 快筛，就是希望民众会当踊跃来接种，保健康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